好多人會諗，食一啲甜嘅嘢，血糖充足咗，個腦應該就會清晰啲。但係攝取咗過多嘅糖分，其實係會影響腦入邊嘅化學物質，令到頭腦難以形成新嘅記憶，進而係認知功能。當戒咗糖之後，個腦就可以正常咁樣分泌化學物質，令到我哋嘅思緒更加清晰。當加工糖分越多嘅時候，身體就需要加強咁樣分泌胰島素，但係胰島素會引起皮膚發炎，導致彈性纖維同埋膠原蛋白受傷分解，皮膚就難以保持水嫩嘅狀態。所以中意食甜食嘅人，相比起戒糖嘅人士，就會較容易有皺紋或者有痘痘等等嘅問題。而呢啲狀況會喺戒糖之後得以改善。當口腔入邊有糖分嗰時，細菌就容易增長。就算每日都有好好咁樣刷牙，但係周不時飲咗杯可樂或者珍珠奶茶之後，口腔就會成為細菌生長嘅好地方，我哋就難以維持口腔入邊嘅衛生情況。最後有病最好梗係睇醫生啦。